大家好，歡迎嚟到師兄講馬專飲頭啖湯。咁賽事咧就嚟到2025年11月5號嘅跑馬地夜賽啦。嗱，咁喺入正題之前呢，咁師兄都係呼籲大家啦，喐喐你哋嘅手指，訂閱師兄講馬呢個頻道，點讚、留言、分享呢條影片出去，你哋嘅支持咧就係對師兄最大嘅鼓勵啦。嗱，見到熒幕上面嘅 QR code，掃一掃，其實可以加入我哋嘅免費群組一齊玩噶。嗱，就好似啱啱個賽日咁啦。嗱，其實每一場咧，師兄都會有對馬匹嘅睇法分享，會同大家講啦。咁另外有好多個群友亦都會分享自己嘅睇法，好似啱啱個賽日有朋友中冷門嘅 WinPay， 中連贏，中3重彩，甚至有朋友中4重彩。其實入到嚟一齊玩，包你有得着。嗱，咁不如我哋正式入正題啦。咁講翻呢一場賽事啦，5班2200米嘅長途啊。嗱，咁1號馬暴風雷潘頓伍鵬志副榜135磅排過1檔。嗱，其實由上季季尾開始咧，呢隻暴風雷無論喺4班定5班咧，都交到相當準成嘅表現。你睇翻近5場啦，其實跑3亞1季一個第4，表現相當好。咁你睇翻個上仗啦，其實跑谷草5班1800米，其實入直路嘅時候咧都講緊落後3個馬位，但最後咧其實都淨係輸俾頭馬客家之光，其實係一個頸位嘅啫。其實呢兩隻馬咧，其實彈甩咗主馬群嘅。咁同埋你留意翻呢隻頭馬客家之光啊，其實佢連續打贏3場馬噶啦，啱啱星期日仲要升班上4班，順利都係彈甩贏馬。其實呢一場馬嘅水準咧係絕對有保證嘅。咁同埋你睇翻咧呢隻馬賽前操練都好正常啦。嗱，潘頓仲要親自上馬去快操。嗱，咁今場強手去咗啦，咁啊客家之光升咗班已經啦。咁啊，我覺得呢隻馬絕對呢一場係希望力求保中噶啦，唔使多講，呢隻直接係單 win， 直接買 win 之選。2號馬夢照發布文黎超星嘅組合。副榜134磅排過4檔。嗱，咁呢隻馬今場咧就初落5班嘅。其實佢前季贏馬咧講緊係喺4班51分嘅時候咧係贏同程2200米嘅。咁但係而家已經減分唔經唔覺，已經減到39分。咁評分咧就一定有啲着數。咁但係咧喺狀態嚟講咧，其實睇翻近2場佢都跑到接近包尾翻。咁我見操練咧又唔覺得佢有啲咩特別大嘅改變。咁其實如果你話淨係靠落班賺級數就可以變身贏馬咧，我自己覺得難度有啲高嘅。咁我自己就唔係太信啦。咁呢隻跑下先咯，等佢表現即係近咗先再留意翻啦。3號馬盈利寶馬金城江鄭俊偉嘅組合副榜133磅排過2檔啊。嗱，咁上場咧初落5班就跑泥地1650米，但係跑落咧其實就毫無表現嘅。咁但係其實佢賽前拍跳操練功夫咧都有做足嘅，咁只不過你話隻馬未有表現，再加埋咧金城江呢個騎師今季嚟咗香港之後咧係一路都未有啲咩特別好嘅表現，咁我自己就要唔到啦。4號馬華美之威，咁鍾奕禮告東尼副榜130磅就排過6檔嘅。咁上場咧都係跑5班谷草1800米啦，咁啊同暴風雷啊客家之光同場。咁呢隻馬係沿途咧係領放嘅，咁啊正咧其實都係輸俾暴風雷同埋客家之光，跑過第3。咁其實表現咧就不過不失嘅。咁賽後咧騎師鍾盈麗都係一手摸實。咁但係我唯一擔心嘅咧就係其實呢個2200米咧佢個氣量究竟夠唔夠咧？咁我覺得呢場最多佢都係爭下3344啊3甲之選啦。5號馬皮具大師何澤堯文家良副榜125磅排過3檔。咁呢隻馬咧上季曾經就喺5班同程贏馬噶啦。咁上場076場次咧，又係同翻呢堆對手跑嘅啫，又係暴風雷啊、客家之光啊、華美之威啊，都係呢堆對手一齊跑嘅。咁佢上場就排過1檔起步，沿途居中。咁但係入直路之後咧，催策反應其實一般嘅啫。咁最後100米仲要受西阻啦，咁啊得個第6。咁但係睇翻操練又冇乜特別，我覺得都係爭下位置嘅啫。6號馬同寶寶班德禮伍鵬志副榜116磅排過5檔，又係076場次啦，又係呢堆對手。咁咧其實呢個馬入直路初咧講緊仲係落後5個馬位嘅，咁但最後追落去咧追勢都唔錯，跑翻個第4。咁上場咧就再轉場啦，跑5班田草1800米，咁啊12檔起步，咁啊留到最後啦，直路又係追一段嘅。其實呢隻馬咧佢最後都幾肯累嘅，每次都係例追一段。咁今場其實我覺得個形勢又係差唔多噶啦，睇下佢追到幾多啦。我覺得都係3-4名之選。7號馬香港精神田泰安葉楚航副榜116磅就排過7檔，8歲老馬噶啦，明顯啊退步咗。咁上場又係076場次，大敗8個馬位。咁你話要反先上面呢啲對手咧，就絕對有難度啦。咁啊，今場要唔到噶啦。嗱，咁所以今場咧，因為雖然馬少啊，咁但係其實你話
2、3、4名，其實嗰幾隻馬咧，其實都相當接近。咁所以師兄咧今場直接係推介咩啦？一個單 V 1號馬暴風雷。咁所以今場我推介就係單 V 暴風雷。咁大家記住啦，可以加入我哋群組一齊玩。咁師兄祝大家贏多啲。